因應外界對於2025年道路交通安全裝備修訂規例嘅適用範圍嘅疑問呢，我哋經徵詢律政司嘅法律意見，認為有關於乘客喺專營巴士同埋非專營巴士上邊需要佩戴安全帶嘅法律條文喺技術上邊係有不足之處，未能夠完全去反映立法原意。即係話將佩戴安全帶嘅法定嘅要求呢，由原嚟嘅喺私家車、的士同埋公共小巴等擴展至涵蓋所有車輛嘅座位，為乘客去提供更佳嘅保障。而為咗清晰起見，我哋會盡快安排，首先刪除有關嘅條文，即係唔會有一啲法定嘅要求。乘客喺乘坐專營巴士或者係非專營巴士上邊咧係佩戴安全帶。我哋咧會係經過完善有關嘅法律條文之後，再徵詢立法會，然後再推出嘅。就住有關安全帶嘅規定咧，我連日嚟咧都聽到好多社會上邊嘅意見，有關於喺執行上邊嘅意見啦，同埋聲音嘅，有來自公眾啦、傳媒啦。亦都有來自議員，喺呢方面呢，我都係非常之重視，亦都係有一小心去聆聽嘅。我哋咧會藉住呢一個嘅時候檢視相關嘅規定。喺呢度呢，我都希望重申，正如我2天之前呢同大家所講啦，我哋整個嘅規例嘅初心係為咗乘客提供多重嘅保障。喺未來嘅一段時間呢，我哋嘅工作呢係會繼續以教育同埋宣傳為主，希望可以培養大家係乘坐呢啲相關嘅交通工具嘅時候，同埋車輛係有佩戴安全帶嘅習慣。而家呢，我哋首要呢係要研究如何去完善同埋優化相關條例嘅執行。而期間呢，我哋會喺度咧廣納社會各界嘅意見，並且咧會喺優化成個嘅安排之後咧，再諮詢立法會嘅。